今日帶大家睇下三友係進型嘅家私訂製細節。玄關位整咗4尺鞋櫃連吊櫃，中空位仲可以放鑰匙同小擺設。廚房就將原有吊櫃重新翻修，重新打造咗一套光面白色廚房吊櫃，搭配本身嘅櫥櫃。翻新完之後都可以完美融入原本設計。單位客廳連接住露台，整體採光非常充足。封咗原本對隔離樓嘅飯廳窗台，改造成4層式玫瑰金玻璃飾櫃。電視牆加配咗玻璃展示櫃連地櫃，方便儲物。仲有玫瑰金邊嘅背景牆，令電視牆唔會太單調。下翻櫃門方便隱藏電線。客房都有全景窗正對山景，安裝咗奶茶式小衣櫃同預留擺4尺床嘅空間。多種間隔可以方便業主將衣物分類收納。另一間客房都沿用奶茶式做咗一套吊櫃，設計咗3層間隔，加上開放式牆櫃。主人房窗台位做咗有字嘅書台連衣櫃，間隔可以按照業主需求獨立訂製，配合版生活所需。有興趣了解更多，可以隨時電話聯絡我哋，亦都歡迎隨時到我哋三友嘅觀塘門市睇下。